小朋友，我哋今日要讲嘅故事呢，就是一个天人屯春天，天人就是巨人哦。一个呢是咚啷咚啷嘅暗布头，放烟彩哦。不过呢，有一个矮山的风，小山顶上有一间屋嘅，嘅地方呢看得到密密嘅光。一个屋嘅地方嘅主人呢，係家就喊佢做天人。伊住得非常高吼，咩背後讀書，中度嘅經驗吼，只要有乜嘅問題，大家就愛來問伊哦。伊呢有一擺吼，伊就看書，安尼一看一看，會不會想睡覺？都冇睡，都冇睡。有一陣風就吹過嘅出門，就屯嘅睇水幕嘅天人，很像嘅哦。伊就聽到哭哭哭，一下係馬啥嘅哭，伊看到。是一隻雕的呢？雕的是什麼？是鳥。他天然就想講，我背風雪安泰，係咪有本語音來呀？後來想講，我係咪看差了呀？如果看一下，發現係一個新人的呢，掛到吊到嘅樹爬上，還個伊做成一個披風。一個天然呢都從新人的安尼。帶衣服嘅，呀，新人呢，飛飛頭呐，好粗啊嘅披風，安尼過後啊，屋度嘅一個植物全部就開花咧，生嚟當到嘅新嘅葉貝哦，葉子人哋講葉貝，葉貝也生出來了，天然呢就當歡喜，佢歡喜啊，伊就種東西本新人嚟食，還用小水，俾呀個新人嚟洗身。所以都笑眯眯嘅，一笑呢，哇，佢屋度嘅花，仲快就開嘅喲。原來一個新人呢，係乜嘢？也就係春天。春天加天人呢就圖書不一堂，伊呢看到一個春天，睇自家嘅一個男仔呢，伊就感覺非常嘅幸福哦。加到天人嘅早晨呢。這個村莊裡面有其他嘅新人呢，就看到巨人的房子哦，路有入定金光哦，所以小朋友就非常嘅好奇啊，大家就走去看，仲快破家睇嘅窗門上，結果伊呢看到嘅天人呢屋度呢就有一個新人呢，伊走到嚟，嘅金光就停到嚟，後來呢貓貓風，嘅天人就出來咧，伊就當天。就從死嘅強樣，很爽啊！天然就太狠，也係嗌嘅屋卡，也到行開嘅天然啊就砰砰砰砰都屯嘅蟲誒，仲快都關到迷茫，唔會半日到全部嘅人看到嗌嘅春天，看到嗌嘅新人誒，嘅春天沒有披風哈，沒有披風，披風也把它收起來，關起來。鎖起來，一個春天伊都過少啊，伊啲講一個天人唔想去本伊走啊，梗係唔出去，嘅花用嚟開呢，嘅草用嚟生呢，嘅樹用嚟採芽呢，春天後就利用一個天人，伊睇水木嘅時間，就擺基本嘅樹，跌，因跳上去，故所以都上去，唔過呢，伊能上去。天人就發現了，結果一發現就屯一個鎖匙拿走誒。巨人想說啊，春天莫走啦，不要走啦。那我就想要讓春天高興，我說呢，給天人喊走誒，木馬，你能數到會歡喜嗎？我當歡喜哦，我鬼歡喜。不過春天呢，伊唔歡喜，天人看到春天安尼唔歡喜，伊當然咩唔歡喜哦。心肝都有一句話，伊就走出來。如果天人安泰嘅人，那麼大的人，唔過我嘅心細細隻，唔好同春天鎖喺路卡，等於呢腦背變天寫天，唔咩出唔得去啊！唔過我嘅心啊，可以從世界安泰啊！伊聽到誒，即個講嘅話，伊如即個愛到誒一下，伊嘅心呢就像個日頭底下嘅冰塊，就融喺度喲。伊屯嘅相嘅拿出來，屯春天嘅披風拿出來。先前呢，嘅春天咩掉啊，睇樹爬紅，好嘅披風就有爛坑啊，嗰時天然就提亮起來。
到春天就滴嘅呀，滴讲，也个企业我不爱离开咧，所以春天就笑眯眯嘅对呢企业就讲，提讲再见咯，再会。不过也讲，我有一日还会过来哦。春天离开咧，出去嘅，还没规嘅世界就冇同样，花就开咧，草就生咧。树诶咩菜芽咧，规个世界就变做非常冇同样的哦。对呀，开始隔4年，每隔4年呢，春天就会有一年，伊就会倒转来，去年嘅路卡，去年的路卡就会样咧，就会变做非常强嘅花颜咧。你能听到一个故事有乜嘅感觉咧？一个春天是你的流到喺自家嘅身边，分享俾大家。春天唔係自家嘅。喜欢一个故事吗？你们喜欢这个故事吗？喜欢。哦，太好了，多谢大家。